咱台语叫做笋菇啊，笋伊金龟子叫菇啊，笋啊伊专门咧食笋啊，所以叫笋菇。啊，这顶扣扣是要安怎食？恁要看卖要安怎食？老师，我问者，这偌大只？这大只。哦，真的这哦。大只。安尼，台湾上大只的橡皮虫。这就甲烟枪比大呢。无啦，无啊，你买你愈比愈大，安尼啦，愈比愈大。食啥？愈听愈惊。要安怎食？这吼共款，咱古早人虽然讲食物件吼，无物件通紧啊，啊，毋过有一个物件一定要做，爱煮好食。共款放在灶边焐，焐好熟以后摕出来，头尾粒的煸一下。歌词内底伊的重点是食内面，对，听讲做甜做香的，因为是食笋仔的。是，哎呀，内行的啦，安尼就对啊啦。这会输啦，听啥会啦？恁两去啦。